再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副手罗培霞，曾已经登记，假做是2004年正副总统的备连署人。今仔台北连署总站也开始，也毋过因为还未摕到中选会正式连署书，所以按算明仔载才会当开始接受连署。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哲今仔伫台东走行庭，下晡会成立台东选择自由会。有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早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来接见医界的成员，嘛讲到伊对改善健保政策的想法。那个来了才知道，说今天还没有开始。对，我来了才知道。早成分证，热情的支持者透早起要拼独立参选总统的郭台铭台北连署总站要写资料，结果煞是绕空抓，因为中选会连署书还未送到位，连署活动按算19才会开始。不过，郭台铭办公室就一讲讲，知影若是顺利整合，都袂送件，引发质疑。嘛传出国民党认为讲，民众党郭文哲才是较稳定，会当讲合作的对象，无咧要以郭台铭敢是要选到底。我们的目的是胜选，是政权的轮替，参选、整合都是手段。国民党有政党推荐的门票，这张门票。要不要坐下来跟在野阵营一起共享？我们会取得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郭台铭办公室强调讲，郭台铭甲副手罗培霞无政党的慷慨，有信心会当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嘛，新增加一个发言人，也就是前新闻台主播陈嘉怡。团队持续扩编，为连署来备战。因那郭文哲是伫台东走行庭，去当地信仰中心台东天后宫拜拜。妈妈说她希望你当证人，你们有什么看法吗？小心哦！她说这样才能做事情啊。郭文哲因老母何水英伫网络节目顶讲，因后生参选就是要做总统，袂做副手。针对这点，郭文哲是无加做回应。因那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早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接见医界成员。我们也不会演啊，就是这个健保走到今天，要在下一阶段能够永续发展。我们恐怕是要有一番来进行改善了啊，进行改善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医界大家共同来讨论的。同款捌做过医生的赖清德，关心第一线医疗人员的工作环境，提出改善健保政策的想法，希望甲医界共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